千万别这样，不敢当。皇太后嘱我多谢洪大人。其实这事儿，皇太后本就觉得不妥，可摄政王一意孤行，幸亏洪大人及时赶回，据理力争，才让皇太后有了回绝的理由。姑娘，老实说，我也没有把握拦得住，不过总得尽力而为，因为是皇上密传手谕要我回来的。皇上的手谕怎么说？皇上说，大婚的事，皇太后她也是愿意的，所以我没有把握。姑娘，怎么了？皇上全给弄拧了。洪大人，您说皇太后是那么不识大体的人吗？自然不是，所以我也很纳闷儿。还不是因为皇上快要亲政，摄政王又逼得紧，皇太后实在是躲不过，只好让我去找范先生问计。范先生就说：“不如将计就计。”原来是这样，那为什么皇上会误解至此呢？从小，摄政王就不太愿意皇上和皇太后亲近，每次见着了，总是要找个理由跟皇上闹别扭。皇太后为了保全皇上，只能在暗中关心，所以皇上的性情没怎么调教过，老是说风就是雨，顾前不顾后，总是有点野训难训。可如今他长大了，再教也就嫌迟了。这过往的恩怨，现世的朝政，这么多复杂的事情，告诉他他也不理解，反而会误事。圣母皇太后的处境也够难的。看来皇上倒是愿意听师傅的话。洪大人，有机会请您多开导开导皇上。是，我义不容辞。对了，洪大人，据您看，摄政王这回受了挫折，会不会心有未甘呢？自然会。那您说他到底想不想当皇上？怎么不想？不过，总会有人反对他当皇上吧？谁呢？多铎、阿基格都是他的亲兄弟，不会出来反对的。莫非是吉尔哈朗？镇亲王，恐怕他的势力还差了那么一点儿。而且他还很深沉，很会见机行事，不会那么鲁莽的。拿鸡子儿往石头上碰，还能有谁呢？既这洪先生指得到，格格，您就不妨再好好的想想。对了，是有个人。谁呀？代善。李亲王。李亲王为了皇上和大清的基业，牺牲了一子一孙的性命，所以不管什么人想要夺大位，他是一定会站出来反对的。我记得当年豪格从四川班师回京之后，就有夺位的念头，是李亲王给了他当头棒喝，才阻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乱子。所以如果多尔衮想要胡来，以李亲王的威望，号召八旗打倒他，那麻烦该得有多大呀？格格，我可听说这李亲王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咱们趁他还在的时候，您可别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啊！不过我听说，多尔衮最近又是病又是酒，还宠上了个小丫头，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。他还会有想当皇上的念头？格格，这防人之心，不可无啊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防人必定要伤人。他这一辈子都要强，为了我，也被伤了多少回。这样一来，
又得上他，于心何忍呢？是啊，想想十四爷也真的是可怜。可是这可怜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。折腾什么呢？不怨他。他身边的那些人，都不是善主。罢了，罢了，不得不防。哥，你天天喝成这个样子，糟践自己的身子，这有何苦呢？你别管我。王爷，请用燕窝粥。我不饿。这是奴才日日起早细心熬出来的，看在奴才这份诚心上头，您就用一点嘛。哥，多少人的前程仰仗着你，你这样自暴自弃，不是叫人寒心吗？少啰嗦了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老何，你说。王爷谈正事儿，奴才告退。别走，待会儿陪我去散散心。你们不用担心小妮子，她没事的。玉王爷，奴才是从科尔沁来的，原名叫乌尔库尼，王爷嫌绕口，便叫我小妮子。她是吴克善送给我的。来府里几年了，忠心乖巧，又善解人意，对我又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小妮子，怎么过去很少看见你啊？过去奴才年纪还小，没资格伺候王爷，您自然看不见奴才了。来，过来，坐我旁边。过去我没怎么注意她，前些日子才发现她已经长得亭亭玉立。你知道，在府里每个下人见了我都小心翼翼、诚惶诚恐的，只有这傻丫头，没心眼，跟我也是有说有笑的。我瞧她的眉眼之间，倒有几分像。你要说像玉儿是不是？是有几分像玉儿年轻的时候。王爷过奖，奴才哪赶得上皇太后半分？论相貌嘛，倒是差不离。可是要论起心计来，恐怕连咱们几个人都加起来，也赶不上皇太后的精明厉害啊！哼，好好的一个计划，原本所有的新贵大臣都已经不敢反对。洪承畴一回来，拿着手破诗，反倒给了所有新贵大臣一个话靶子，议论纷纷的，再也压不住。真气人呐！这次啊，咱们算是栽了大跟头了。王爷，洪承畴这次恐怕是被皇太后暗中找回来的，想尽法子想把大婚的事儿给淹了呀。没错，哥，你别再相信皇太后了，她已经不是从前的玉姐姐了。皇太后可不是普通的女子，她心里重视的头一件就是大清，然后才是皇上，再来准是她自己。哥，你连第三都排不上了。过去这些年，她老拿着情分拘着你，害得你几次都将要夺到那宝座，却偏偏莫名其妙的都丢了。难道你没那资格吗？没那命？不是，都只因为你被他骗了，浪费了这么多的机会，耽误了这么多年的功夫，都只因为你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，哥？王爷，您想想，你来明的，他来暗的；你来硬的，他来软的。这些年，咱们吃了太多的亏了。王爷，您再不能掉以轻心，被皇太后束手束脚。这立场不同，就注定了他是咱们的敌人。对敌人心慈手软，那可是对自己的残忍呐。说得好，
哥，咱们可是打下江山的英雄啊，绝不能输给一个女人的哥。不错，绝不能输给一个女人，即使是我最爱的女人。许多年来一直流传的一句话：爱新觉罗的男人统治天下，蒙古科尔沁的女人统治后宫。玉儿，我要给你个教训，让你明白，这天下毕竟是属于爱新觉罗的男人，属于真正的英雄，真正的英雄。苏木儿奉圣母皇太后之命，给李亲王请安。不敢不敢，请姑娘带禀，皇太后已经时常赐药。今儿个又特遣姑娘亲来，老臣感恩不尽呐。李亲王不要客气，皇太后心里呀，可是时常惦记着您，愿您早日康复。风烛残年了，只怕不用多久，就要请圣母皇太后赏赐陀罗经贝了。阿玛，不要这样说。是啊，您德高望重，子孝孙贤，家运兴旺，正是好好享清福的时候，哪心说这种丧气话？家运兴旺，不如国运昌盛。我教育的这些子孙，不敢说贤达，但忠君之臣绝不落于人后啊！李亲王心心念念不忘大清，谋国之忠，实是令人感佩。唉，可惜我老了，力不从心，不能为国家再做点什么了。这话可不一定。你先出去，别让人靠近。是。姑娘，可是有话要说。皇太后有一事相求，求李亲王救救大清，救救皇上。哥，暗中布置的差不多了，什么时候动手？等到时机就动手。还要等啊？急什么？这些年都等了，还在乎再多等一阵？你到底在等什么呀？等李亲王。等李亲王做什么？他早已经不忘国事了，而且病得快起不来了。莫非要等他咽气？这回你倒说对了，我必须要等。一则是我欠他良多，二则是他威望还在，我不能不等。反正也等不了多少功夫。太好了，王爷，射中了！射中了！射中了，王爷！王爷神迹，奴才今儿个算是大开眼界了。看见了没有？只要弓箭在手，该是我的总会是我的。玉儿，你也曾经这么看着我。请皇太后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让他胡闹。王爷，能不能让他重新对天盟誓？好，让我试试。如果他不肯呢？不肯，总得有个说法。他还不至于敢在我面前顶撞个不字。似乎还是当众盟誓最能起到下阻之效。
请姑娘代禀皇太后，臣自有法子，一定会消除这桩隐患，不负皇太后的嘱托。瓦克达向皇叔摄政王请安。起来。娘玛最近身体好吗？我事情忙，好久没有去探望她了。阿玛让我来问14叔，哪一天略闲，请您到府里小酌。有事要谈吗？没有，阿玛就是想和14叔谈谈心。阿玛说了，兄弟俩续一回少一回，请14叔务必约个日子。好。何洛慧，你说李亲王怎么突然之间一定要邀我小酌呢？说的是啊。哎，是不是李亲王自觉不久于人世，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呀？王爷，奴才沏了浓浓的普洱，请王爷和大人消消食。哎，大人请。好。小妮子，奴才在。明天晚上我不在府里吃饭，叫厨子别预备了。啊，不在府里吃饭啊？那是在宫里吗？不会的，以后就是有人求王爷到宫里去吃饭，王爷也不会去了。明天晚上是李亲王约我喝酒。那王爷可别一高兴又喝多了。哎，小妮子这话说的倒是触及。王爷啊，以后这酒你可得少喝，酒多了可是失言呐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情我们再琢磨琢磨，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状况会发生，该怎么应付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真叫人意外，说是小酌，怎么成了大宴呢？子孙多嘛，自家小酌就跟大宴一般热闹了。过年呢，就更不得了了，曾孙子多的我都认不清了。大哥子孙满堂，真叫人羡慕。请14叔赏脸，再宽宴几杯。不了，瓦克达，14叔酒量浅，加上风寒未愈，实在不能多喝。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。你们都出去，我要跟摄政王说2句话。小弟，小时候大哥都这么叫我，好多年没听见了。6年逝水，一眨眼的时间，你都已经……大哥，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尽管交代我。咱们兄弟之中，我觉得我是最有福气的。小弟，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？大哥天性最忠厚，天佑善人，这是必然的道理啊。我是参透了知足常乐的道理。当初父害先世，倘若我为着私利争权，今天一定是一个4分5裂的局面。老天就是想保佑，也没法子。所以有话说，自作孽不可活呀。大哥，有话请直说吧。好，我直说。我听说你想当皇上。没有的事。真的？大哥在，我不敢。那么我死了呢？不用说，今天我一口气上不来，明天你就会篡位。那时候，我的一儿一孙就白死了。大哥，硕图和阿达里的死，我一直非常痛心。亏欠他们的，我一定会加倍的补报。对我呢？过去
你和豪哥不和，表面上我一碗水往瓶里端，其实我向着你，你心里头明白。当初如果我不杀硕拓和阿达里，豪哥一定会跟你干起来，两黄旗两蓝旗也都会站在他那儿，你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？啊！我是怎么帮你，你又拿什么不帮我？大哥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？要我做什么，尽管吩咐。我要你记住，我为什么杀硕拓和阿达里。我从未曾忘记这件事，我始终都记在心里。光说不行，我要你对天盟誓，绝不会篡位。篡位？大哥为什么要用这2个字？大清的江山难道不是我一手打下来的？胡说！太祖皇帝创下的基业，无数军规将士丢了性命，流了鲜血，你却一股脑的将功劳揽在你自己身上。大清天下是你打下来的，你敢说这话，就是忤逆不孝。怎么样？你说句话。对天盟誓也要有个因由，总不能让我无缘无故的凭空表白，说我不会篡位，那不是不打自招，承认自己有谋逆之心，这算什么呢？你倒说，你能拿出什么样让我信得过的保证？能有什么保证呢？我的心就是唯一的保证，无奈大哥却不肯信我。你是说，你不想当皇上？是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都上来。现在外边的谣言很多，说摄政王想当皇上。我方才问了摄政王，没有这回事。摄政王要当皇上，入关的时候早就当了。君臣名分早定，摄政王深明大义，亲口向我保证，绝不会当皇上。现在不会，将来也不会。不过，也许有人会为着私利，要害摄政王落个不义的名声。你们倘若有机会，都要为摄政王辟谣。是。老四在，敬14爷一杯酒。是。14叔，请干杯。慢着，你先说，我为什么敬你这杯酒？大哥是要我听您的话，那你打不打算听呢？为了太祖太宗，为了大清江山，我敬你这杯酒。大哥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拿酒来。小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太祖太宗在上。太祖太宗在上。太祖太宗在上，多尔衮誓保少主，不负初心，倘或为使，甘受天诛。好，好，是太宗的好儿子，太宗的好兄弟，皇帝的好叔叔，我太高兴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别这样吧，身子要紧。阿玛的病经不起凡有刺激啊！拿来。小弟，你刚才立的誓，是给活着的人看。大哥，没有多少日子了，给我一纸誓书，让我带着去见太祖太宗，也算对得起他们了。小弟，你让大哥放心不下，死也难安吗？哥哥，李亲王他过世了。瓦克他告诉我，这是李亲王软磨硬逼才得来的多尔衮的誓书。李亲王的遗言说，皇太后您的吩咐，他已经办到了。办到了。为了大清，为了皇上。倒霉的硕陀和阿达里就是死在这几句话上头。如果立誓都要当真，那我已经向你进了无数非分之言，不知多少次劝你同谋不轨。怎么，你也要拿我立志典刑吗？好，来呀，来呀！一次是伪誓，2次也是伪誓。你既然伪誓了，何不就干到底呢？你说话呀！玉亲王，莫要焦躁，莫要焦躁啊！给摄政王一点深思的时间嘛。唉，只是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唉，又被皇太后先发制人，抢了个上风啊！你是说，我哥的做法也是皇太后的主意？李亲王早就不问国事，他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在下认为，逼摄政王立誓，对谁有好处，便是谁的主意。哼，最有好处的，当然是皇帝了。皇帝，他懂什么？他还早着呢。唉，王爷，你只想啊，谁最在乎皇上的地位和利益？啊，当然是皇太后。大婚之事刚刚告吹，他心里明白，摄政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为了防患于未然，便抓住了摄政王对李亲王心有内疚的弱点，逼摄政王立誓。好一个厉害的玉姐姐呀！这事儿说来也奇怪了，也不知皇太后使了什么法子，啊，也没见她跟皇上怎么亲近。哎，这皇上就像突然开了窍似的，忽然日夜读书不辍。等他有了自己的主张，有了亲政的能力，要求摄政王交出自己手中的权力的时候，我看我们也就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喽。哥，你听见没有？咱们不逼人家，人家却要逼到咱们头上来了。哥，闭嘴！
怎么样？王爷病情如何？依太医说，王爷脉搏急促，精神十分衰弱，看来是怔冲之症。怔冲之症。这症头是怎么来的？可能是最近忧劳过盛，而且王爷又受了刺激。不过太医又说，好在是病情初期，还不严重，必须安心静养，也许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小妮子，你好好想想，如何才能使摄政王的病尽快好起来？这可是涉及到我大清的命运呢，多少人的身家性命都仰仗着摄政王啊！奴才知道轻重，一定尽心竭力。小妮子，你多辛苦了。这事儿要办成了，咱们绝不辜负你。这本是奴才分内该做的事儿，王爷不用担心。形势逼人呐，不得不反击了。看起来，咱们也得早做准备。说得好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等哥哥好了，咱们就得干。他不肯，也得逼他肯。格格，听说14爷生病了。生了什么病？听太医那边的消息，说是什么怔冲之症，严重吗？不知道啊。现在14爷那边的人好像都特别谨慎，不相干的人恐怕打听不出什么来。上次的事儿之后，他就一直没来过。我要不要差个人去问候一下14爷现在啊是存心跟咱们生分了，恐怕派谁去都见不着他。皇上驾到！儿臣给皇额娘请安，皇额娘吉祥。罢了罢了，快起来坐。皇上，现在读书还是到很晚吗？得注意身子，别太辛苦了。是。我听说摄政王暂时不能理政，这正是你学习政事的好机会。你要多听亲贵大臣们的意见。是。皇额娘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儿臣就跪安了。好，去吧。皇帝，皇额娘有什么吩咐？没事儿，你去吧。格格，您别伤心，皇上啊是小孩子脾气，慢慢的哄转他，过一阵就好了。万岁爷，您以后可别再这么着，动不动就给皇太后脸子看，这可不太……要不是非得去请安，我根本不愿踏进慈宁宫一步。万岁爷，这要是万一有人给奴才小鞋穿，说万岁爷跟皇太后赌气，那都是奴才挑唆的。那奴才这脑袋可就……你是我的人，谁敢动你，我就跟谁拼了。放心，你的脑袋会好好安在枪子上，吃饭喝酒，还能天天跟我啰嗦。这天安神药看来颇有功效，王爷这阵子精神健忘多了。多亏你细心的照了料，辛苦你了。这是我的本分，算不得功劳。只要王爷好起来，奴才就心满意足了。我这回的病，自己心里明白，气恼烦心的事太多了，终究是伤了元气。不会的，王爷体气壮，一点小病不碍事儿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把窗关上，我不想看那月亮。
王爷又想起了什么？别再气恼烦心了。玉儿，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没事。身子不舒服就不要硬撑，找太医来看看。没事儿，我这身体啊，壮实的像长白山上的熊。记得小的时候，额娘常搂着我们，骄傲地说：“多尔衮活泼的像只獾子，多铎壮得像头小熊。”对了，哥，在你静养的这几天，我干了件大快人心的事。什么事？我奏请给皇额娘上了尊号，追封额娘为皇后。怎么？不可以吗？因为大福晋捐躯殉葬，所以内三院的大学士们拟了一道极好的尊事，孝烈皇后。准备公制神牌，择吉入府太庙。朝野一定议论纷纷吧？是。可管他呢！额娘天大的冤屈，难道还没有资格追封一个皇后吗？除非母以子贵，额娘并无追尊为后赴太庙之礼。你这么做不是明摆着告诉人我要做皇上吗？明摆着就明摆着，还有谁能把咱们怎么样啊？王爷，还有件事情要回。正黄旗的索尼和镶黄旗的鳌拜都在跟咱们争永平的圈地。什么？他们敢？王爷，两黄旗跟正白旗争，就等于跟王爷争啊。他们仗着是天子自驾，竟敢不把王爷和正白旗瞧在眼里。您想想看，是谁给他们胀腰子呢？永平是足以钳制经济的重地，他们想圈取，难道准备来对付我？是王爷，这次如果不再先发制人，恐怕就会被永远受制于人了。何罗辉，你认为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要我说呀，明刀明枪打一仗算了。哎，不好，也不需要。王爷，在下倒有个想法，请王爷上奏，就说京城建都已久，地污水咸，尤其是到了夏天，酷暑难耐。王爷想在永平建一座夏宫，那么建宫嘛，必先建城。这样一来，工程浩大，王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调两白旗和正蓝旗前去驻守。对外嘛，就说防止圈地之争。那么实际上呢，王爷就可以占住永平了。建成的事儿，上斗会答应吗？正中下怀。他们巴不得我现在就离开。当年的阿敏就因为丢了永平而获罪，
这可是个重镇呢，进可攻，退可守啊。不错，我们将实力保存在那儿，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让我抓住机会，直捣荆棘。妙。这回我不再犹豫，不再心软，就这么办。现在不是挺好吗？皇上书读得不错，就快亲政了。如果十四爷在，皇上恐怕还是没法干纲独断。难得十四爷情愿自个儿离京，说白点儿，咱们还求之不得呢。多尔衮毕竟功在社稷，就算花上200-300万两银子为他造一座城，让他下半辈子过得舒舒服服的，也不算过分。可是我在想，多尔衮为什么自个儿情愿离京而去呢？他可没有李亲王的胸怀，这不像他的作风。也许啊，王爷病了一场，精神不济，看开了，放了权，反而留个好名声。就算多尔衮看得开，可那些靠他升官发财的人，他们能答应？但也许，真的像传说的那样，十四爷看上了那个丫头，懒得再辛苦了，索性找个地方悠闲几年，享享清福，也享享艳福。传说是怎么说来的？那个丫头真的很得宠？听说是吴克善王爷从科尔沁带来的。生得怎么样？挺漂亮，不然十四爷怎么会看得上呢？她一定很年轻。王爷，咱们真的要搬到永平去住吗？那比京城好啊，有温泉，景色又美，对我风湿可好呢。可是那离京很远啊。远怕什么？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对不对？离京也好，王爷在这儿成日没夜的忙，到了永平，王爷闲了，奴才就可以天天见到王爷。我告诉你啊，到了永平，恐怕我也闲不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他们已经暗中把我的龙袍给背下来了。奴才真哥，恭请圣母皇太后万福金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走了，走了，到那边去坐。起来。你呀，亏得咱们是好姐妹，这些年连音讯都不通一个。奴才丈夫一直驻防在外，要通音讯也不容易。哎，坐坐坐坐。郑哥，母后皇太后给你挑的女婿不会错，他还挺有出息的，快生父的都统吧。都要感谢2位皇太后的恩典。几个孩子啦？2个儿子都不成才。在我这儿还客气。告诉他们，好好上进，将来啊也好帮帮皇帝。就是剩下个苏母儿，我好说歹说，她就是不肯嫁。你帮我劝劝她。无端端的又扯到我的头上。郑哥，我一看见你，就想起姑姑。她今儿要是看见你啊，肯定高兴得不得了。奴才一听说母后皇太后崩逝的消息，连哭了几天几夜，恨不得插翅飞进京里，给母后皇太后多磕几个头。你有这份心，也不枉她疼你了。母后皇太后待人慈祥宽厚，真是没得话说。好了好了，别再难过了，好不容易才来一回。就是。真哥，你记得那时候吗？
你守先帝的书房，偷偷的放我和格格进去。哪忘得了啊！你就会死缠烂打的逼我、求我，我瞧你那可怜劲儿，一时心软才放你进去。可真是吓得我冷汗直流，差点脑袋不保。还有呢，那时候我们拉着格格在院子里听卷子。记得，谁料到14爷突然闯了来，大家都羞得没处躲。可不是吗？郑哥，那位姑娘是谁呀？哦，瞧我欢喜的都忘了，这是奴才远方侄女。听说奴才回京要进宫请安，便央着奴才带她来开开眼界，请皇太后不要见怪。哪儿的话呀？过来，让我瞧瞧。奴才乌尔库尼恭请圣母皇太后万福金安，皇太后吉祥。起来说话。谢圣母皇太后。哟，瞧这姑娘生了个好模样，水灵水灵的。皇太后太夸她了。她是你的侄女儿，那也是从科尔沁来的。是呀，来了几年了。我看这姑娘年纪不大，却仿佛好像见过世面，说话嘛不慌不忙的，礼数也周到。乌尔库尼，你在哪儿当差呀？回皇太后的话，摄政王府。你从科尔沁来，在摄政王府当差？是。我知道了，传说摄政王身边有一个得宠的丫头小妮子，就是你。什么？是真的吗？你进宫来，不只是为了开开眼界吧？什么都瞒不过皇太后。是的，奴才有极要紧的事情，可是苦于无人转达，便借着这个机会，盼能密禀皇太后。乌尔库尼，你说什么？可别胡来呀！三姑，请放心，奴才要说的事儿，准是皇太后正想知道的事儿。苏沫儿，你在这儿陪着真哥。乌尔库尼在，跟我来。是。真的，他真的要这么做？奴才不敢有半句虚言。这可是谋逆大罪啊！他怎么？王爷的权势能到巅峰，是踩着多少人的肩头上去的，难免树敌太多。更何况敌人中还有皇上，他只要稍一放松，就会跌得粉身碎骨。就算王爷不在意得失，可那些依附于王爷而飞黄腾达的人，会甘心吗？果然不幸被我言中，难怪王爷那么宠爱你。科尔沁出美女不稀奇，稀奇的是，美女个个都聪明。奴才从小就听父老们说，皇太后是天降的福星傅灵阿，早就被人预言将会母仪天下。您是科尔沁的传奇，您是蒙古人的荣耀。您的事迹我已听过无数次，虽然无缘夜见，但是在奴才的心里，仿佛对您已经十分熟悉了。如果王爷成功了，你岂不是能飞上枝头做凤凰？是的。不过，在我的心里，还有比荣华富贵更重要的东西。你既然知道的这么多，那一定也晓得我和王爷的过去了。平心而论，王爷对您真可谓说是一往情深啊。那你不怕我告诉他？不怕，因为我知道，
在皇太后的心里，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。如果在皇太后的心里，爱情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恐怕王爷早都当了皇上。没想到，你竟然是我的知己。奴才不敢。不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告诉了我，我会怎么做？也许，皇太后会杀了王爷，再杀了我，替他报仇。我忍不住再问一次，你真的不怕？不怕。因为我早就不想活了。为什么？王爷那年到科尔沁做客，不经意挑中了我，伺候起居。回京前，便向吴克山王爷随口要了我。吴克山王爷二话不说，便将我送给了他。我虽不是什么格格君主，只是草原上再平凡不过的女孩，可我也是人，不是一件东西。没有爱，没有恨，没有感觉的东西。我懂了，在科尔沁，你有心上人。我的萨哈达，他是草原上的勇士。我们在敖包前誓约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可是他们就当我是只小猫小狗，随意要，随意送。我和我的萨哈达就再也见不着面了。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，像他太阳一般灿烂的笑容，像他星星一般明亮的眼睛，想着我们分别的前一夜，他第一次流下的泪水，等着报仇，就是我活下去的理由。是的，我出卖了王爷，可是请皇太后放心，我压根儿就没打算活命。等事情过去了，我做主送你回科尔沁。不用了，萨哈达已经死了。我的心就像被一把钝刀来来回回的割，那么痛，那么痛。皇太后，你能明白我的心情吗？相信我，没有人比我更明白了。小心着凉。真是想不到，轻视女人的男人，往往就败在女人的手里。您说是吗，哥哥？这件事儿，他们那边已经有了布置，而咱们
还来不及准备，所以也不能马上发作，得想法子拖住他。您是说，不准他们建成建功？不准是一定的，但也不能明来。那还有什么法子能够拖住他们？对了，青天剑，凡是有重大的攻势新建计划，都必须先得到准许，接着才是由青天剑择吉日开工。咱们虽然不得不准他，但是可以从青天剑拖住他。青天剑。可是，执掌青天剑的那个西洋教士汤什么的大人，咋没有管道去跟他说呀？汤若望从前就是执掌青天剑的，跟汉官必有交情。你去问洪承畴，务必要汤若望上一道折子，举一些天象不合、各地灾异的理由。总之，今年之内兴工，大大不利。我想，多尔衮也不能不怕吧？这万一还是拖不住他呢？通知鳌拜和巴海，两白旗和正蓝旗，如果有异象调动，立即来报。是。上这个折子是为什么呢？汤大人，这会儿知道太多，对您反而不好。等事情过去了，我一定跟您细说。您要相信我，请您上这个折子，等于是在保护皇上。这应该就是鄂硕府的花园吧？应该就是这儿。万岁爷，您要干嘛呀？不会想跳墙吧？能跳上去我就跳了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要是让人当小贼给拿了，那可怎么办？这样，我攀着墙头往上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好，瞥他一个背影也好。上来，干什么呀？蹲下，蹲下，上，还有。怎么样啊？是个花园，那瞧见格格没有？还没呢。啊？那要是格格一天不出现，我这板凳是不是得当一天呢？哟，你别动，你以为我比你好受啊？哎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哎，那咱们就快走吧。万岁爷，您要干什么呀？这回你可得给我蹲牢了，要不然你害我站不稳，砍到各个一丝头发，看我怎么整治你啊！来，这还没完了，上来。嘿，过来，过来。真的是你，皇上，你来做什么呀？婉如，我看你来了。你快点走吧，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像话吗？格格说的是，那咱们就快走吧。少啰嗦。哎呦，奴才撑不住了，有话快说呀。婉如，你不回答我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回答你什么呀？你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呢。那天你说，其实你对我，下一句呢？你对我怎么样啊？说呀！我求你，你快点走吧。你不跟我说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说呀，你对我，我对你啊，烦透了。啊！婉如，婉如，哎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干嘛这？你嚷嚷什么？里头有别人呢。什么声音呀？大概是
不知道什么地方跑来的小顽童吧？万岁爷，你有没有摔疼哪儿啊？心呢？万岁爷，别心里总挂着王格格，不是说很快就要大婚了吗？我拼着不大婚，也绝不娶那么钟。为什么？人家都说乌克善王爷的格格美得不得了。就算她是9天仙女，那我也不爱。我认定了婉如，我就是要娶她。感情的事你不懂，我怎么不懂？奴才还有个干妹妹呢。干妹妹？这不稀奇，好多太监私下都认个宫女做干妹妹。那你们都干些什么呀？还能干什么？就是说说话，互相照应照应。那你干妹妹是哪个？永和宫的，叫翠萍。翠萍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生的白白净净的那个。哎，对了，万岁爷，您可千万别说出去，这万一上头要是认真追究起来，不知有多少人要遭殃。知道。哎，你要是真喜欢那个翠萍，等我亲政以后，把她赏给你做妻子啊。多谢万岁爷。可是真的不用了，奴才这样子，何必害了他终身呢？我小看你了，感情的事儿你还真懂。你懂得爱他，胜过爱你自己。万岁爷，您把奴才说的太好了。小唐，如果你不是太监，那该多好啊！万岁爷真爱开玩笑，长得出头发，谁愿意做秃子？要不是家里苦的实在没活路了，谁愿意走上这条道呢？你说的对，我太傻了。不，万岁爷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您想啊，奴才要不是太监，只怕几辈子也没福气伺候万岁爷。小唐，咱俩可以说是一块长大的。伯贵儿虽然也跟我好，可是没咱俩亲。如果你不是太监，恐怕我也遇不着你。我确实少不了你，不过我也希望你也是个快快活活的普通人。万岁爷宽心，奴才不认命。就算是普通人，也不见得就快活呀。好。那让老天爷下辈子补偿你，投生个好人家，快快活活，无忧无虑。万岁爷，奴才听过一个笑话，说从前有位大善人，生前行善，死后去见阎王。阎王说他下辈子投胎可以自己挑。大善人说：“我愿投生在太平兴盛之世，富贵双全之家，娶几房贤妻美妾，生满堂孝子贤孙。”阎罗王还没等他把话讲完，就站了起来。他说：“要是有这么好的去处，那我早就先去了。”所以了，万岁爷，这人生不如意事10之8九，哪能个个都像万岁爷似的好命？好命？说什么天下富贵，不过是哄人罢了。我长这么大，就这么倒霉，就这么窝囊，从来没有顺心如意过。请万岁爷耐住性子，总能等到出头之日。也有等不及的事儿，大婚就在眼前，我甚至连自己的婚事都做不了主。婉如甚至一听我是皇帝，根本就不理我了。干这皇帝还有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？上头二话不说倒答应了，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，说什么今年动工大不及，这不是诚心找茬吗？这也是青天剑的职责。汤若望说的有文有路，仿佛不假。那要怎么样？已经都布置的差不多了，莫非真要拖到明年？就算建成
非得等到明年。可是三旗进驻永平，仍旧可以照样进行。理由呢？防止圈地之争。行，三旗进驻永平之事，何洛会，你多尽点心，让誉王爷少费点神。是。哥，别说，你这身体状况怎么样？我还看不出来吗？我只是有点发烧腰疼，没什么大事儿啊。回去立刻找他一看，万一是间隙怎么办？啊，不会不会，近来京城里没听说过有出痘的疫情啊。是啊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多多，哥是关心你，我们哥俩最亲了。我知道，咱们兄弟俩还用啰啰嗦嗦的说这句话吗？听哥的话，把身子养好，我们还有大事等着做呢。我知道。哥哥，鳌拜暗中传话，说是两白旗和郑兰旗都白运往永平去了。他呀，他终究还是没有想通，这一天，我们变成敌人的这一天。多么不情愿！他还是怎么了？许久不见了。皇太后什么事这么急着召唤我？我有多大的胆子，敢召唤摄政王啊？弄个不好，两白旗和郑兰旗杀到京里，我们母子还不知道怎么个死法呢。你这话从何说起呢？永平城明年才建，两白旗和郑兰旗，为什么这会儿就要进驻永平啊？我调动这三旗，是为了防止圈地之争。永平说好了是你的，两黄旗已经让开，更何况，就算是为了征地，哪儿用得着偷偷摸摸的陈兵永平啊？这些外头的事谁告诉你的？你别管谁告诉我的，你只说，是不是真的？这么说，是真的了。你打算怎么样？是打算逼宫啊，还是谋反啊？我反什么？就算我要皇位，也只是完璧归赵。多尔衮，我最后再劝你一次。没拦着你劝。你还做你的摄政王，大权在手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如今好好的。什么好好的？到这个时候，如果我还不下手，早被你儿子一口一口给吃了。他现在人大心大，这些时日是他苦苦相逼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我先逼他。你一生都不肯吃亏，可这件事儿，你却吃定了亏。偏生他逼得你逼不得他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上有皇天，下有后土，怕你忘了，这是你在代善哥哥死前亲笔写下的誓书。是我在进棺材里去见祖宗的吧？代善哥哥说了，拿着你的誓书去见祖宗，不如留给我，必要的时候给你个警惕。如果你依然执意妄为，就将你的誓书传观朝野臣民，让天下人评评理。你写了什么？还记得吗？誓保国皇，不生异心，如有违誓，短折
是你发誓效忠我儿子，可不是他向你发誓。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年来，你的言行作为，早应该应试多少回了。断折而死，玉儿，你咒我，这样的情分，你咒我。放弃垂手可得的皇位，我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挖开。去咒不是我咒你，杜尔贵，是你自己。14爷的真冲之症又犯了，这回挺严重。听说他整个人像发了狂似的，连太医的话都不听，硬是带人出城行猎去了。那乌尔库尼去了吗？这个我倒不清楚，我再打听去。前面什么地方？快到柯子城了。驾！王爷，来，再喝一杯吧。不喝了，我已经醉了一辈子，还不够吗？那或许您需要的是醒酒药，我给你拿去。和乐会大人暗中请巧匠精致的龙袍，王爷穿上它一定格外合身贴体，仿佛是您天生就该穿着它的。它或许是我的醒酒药，也或许是令我醉死的最后一杯烈酒。王爷，您就穿上它吧，穿上它再决定，它是救您的药，还是害您的酒。我不穿，以后再说吧。万一我始终没有机会穿它，就让我带进棺材里去吧。谁？奉正黄旗都统之命，前来诘见皇父摄政王，标牌在此。你怎么来了？请王爷移步，有人想见你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得不来。事已至此，再见何意？于理，我不该来；于情，我不能不来。我不知该怎么跟你说。过去每时每刻，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可是现在却无从说起。20多年的情分，到如今却无从说起。这不能不说，是我们的失败。可是多尔衮，我也想心死如灰，心静如水。可是我就是静不下来，静不下来呀。我看到了你的怨愤，看到了你的绝望。是的，我是怨愤，我是绝望。在你拿着我的誓书揍我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像被贴着心口，狠狠地扎了一刀。而这一刀是我扎的。心被扎透了，热血流尽，最后剩下的只是一颗冰凉的心。原谅我，这不是我的本意。我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你最爱的是你儿子，你也只能这么做。我也爱你呀，从10几岁，我就在科尔沁草原上爱上了你。我爱你太久太久，但是我爱福林太深太深。我是他的母亲，他是我儿子。你回答我一句：如果和福林一起掉进了河里，而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，你会救谁？你肯定会救福林。是的，是的。但是多尔衮，我会跟你一起死。我信，我相信。我可怜的玉儿。多尔衮，如果此时此刻我们俩就都死了，那该多好！我们真的好可怜，这么大的世界无边无际，我们唯一的空间却只有这草原上的马背。活着太累了。走到尽头了，你看，连马儿都知道，
谢你来看我。我这一生已不算枉过了。去吧，玉儿，你应该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旷野中。这是你的命，我的命。去吧。